Color Run 號稱全球最快樂嘅5公里跑步活動，我哋好中意跑步，去到世界各地都必須要跑，梗係唔可以錯過啦！上個星期日已經喺亞洲國際博覽館開跑啦，我哋晨咁早9點鐘就到咗啦，真係超級凍啊！呢度一共有萬幾2萬個參賽者，着住白色 T 同埋戴住 hairband 出戰，仲有唔少人扮鬼扮馬去跑步添。由於人數太多啦，所以呢，我哋要分批起跑，終於到我哋啦！喺呢5公里嘅跑道上面設有顏色區，大會會喺區度噴出啲5顏6色嘅彩粉，仲會沿途播歌俾大家輕鬆下。大家呢都俾人噴到成個花面貓咁啦，不過呢，個個都玩得好開心啊！同埋呢，寓意用顏色填滿人生，好有意思噶。哇，咁快就跑完啦！我哋已經變到成個粉人咁啦，哈哈！跑完步，大家呢就一齊 enjoy 個 after party 啦，有 DJ 打碟，仲有人跳舞添啊！完成咗今日嘅挑戰啦 ！We are Color Runner， 耶！雖然呢活動就夠晒噱頭啦，亦都會捐助俾慈善機構，但係呢會有環境同健康嘅隱憂啊！仲有人踢爆受捐助嘅機構呢係東涌安全健康城市，主席係民建聯嘅周轉香。咁參加者呢係咪將部分報名費捐咗俾民建聯啊？今次我哋又真係冇 check 清楚受助機構嘅，下次真係要留意翻先得啦，費事捐咗維穩費啦。不過我哋2個係用 Media Pass 入嘅 ，sorry 啊。